被操到本民众教训山拿，也认识台湾特别的生态。林务局森林游乐区如何提供免费的森林技术志工服务？硬是喺喺台中嘅方德镇同方舟快美兩公婆，對如果後做志工為10年呢，作為民眾技術生態，方德鎮傾向去做嘅係推廣用模擬黑化來土壤技術，和本個多人教訓認識客家。这个是台湾咸锅子，最大的是背后棕褐色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玉山咸锅子，俗称气泡。第25個年嘅旅行團，分別進向團熱以介介紹路線看得到嘅高山植物，還有可能會出現嘅動物。對科技公司退休了後，指導講40歲至60歲嘅分德鎮，就對前基礎嘅27部起始來落線做介紹志工，今年目只有10年嘞。從今年我帶遊客2-3點鐘，學到嘅可以留遊客分享，分享嘅得到一定多係嘛啥？係藝術家。所以因為俺眼睛還是更學、更多、更學、更有趣味。分德鎮嘅本用分州快美，以至長期停建分德鎮帶團，二藤木水咪停建來做志工，還是用用眾人來做手做 DIY 嘅材料。那個時候還忙做志工啊，去做志工誒，跟了好幾次，結果遊客當愛懵愛哈。當愛懵愛當多嘞，是想啊，按用去咯，自己就乾脆學幾樣就好了。沒想到一學幾樣啊，栽下去了啦。通常我們看到的那個圓圓的或者長長的，那個通通叫做孢子囊群。你不能說它是孢子囊，你一定要說孢子囊群啊，這樣才顯得你比較專業一點。像分德鎮兩公姐，安尼行業山拿做志工嘅，有先生就係退休嘅公務員同一班企業嘅員工列到，都算今年做下經過考試，還有培訓，使咪大家人做下了解說。像分德鎮第一班帶團，這套佢考到志工了後嘅年半嘅，所以林務局會邀請較之前嘅志工來到新入來志工完全解說的熱量。不見得是為了說我要解說，也不見得，因為本身就是熱愛大自然、熱愛環境，所以這些東西他們都會非常的投入。那附帶的功用應該是我剛剛跟你分享的，就是我們在帶隊的時候可以增加自己的自信心。看公司咧，要學同條度按看照片啊，幻燈片看下來吼，嗰大自然就冇相同，所以建議按出嚟我杯按個學習，按建議有較專家嘅欣賞來教按。台灣的神木99%都是紅檜，為什麼？因為紅檜的木質部很容易被一種叫做連耳菌的真菌腐蝕。分德鎮認為做一個山拿解說志工，提一個只係控制時間，不了旅行團寫到一天的時間之內行派行強。本身係新竹嘅抗人，通過中高級嘅抗人認證考試，但是佢接到嘅團體解說，睇是係要求用翻譯就係好多來解說，到時佢正經上用卡法來解說，實無機會。本第一代嘅會講嘅人，較多機會多，來談嘅人多，將可能訓練出一代會當為技術嘅客家技術嘅。旅行團同山拿討論嘅時間排得太緊張，每部分的鏡頭聽講，許多時間嘅限制無法同民眾實在有時間來交流。佢希望下禮拜四就行較多嘅客家志工來解說，也有參訪嘅團體提出需求，希望使用客話解說。本期使用模擬講出抗人同山拿之間嘅連結就結親，為社會推動模擬來遷移分裂。